喺今個預苦期，讓我哋喺匆忙嘅生活中，為耶穌留一點時間，一齊以靈修同埋操練，預備自己嘅新心靈。本周嘅主題係實踐服事。今日係預苦期嘅第30日，反思經文係馬可福音1章40節。有一個長大麻風的來求耶穌，向他跪下，說：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潔淨了。如果唔係出自一個最真實嘅需要，一個人又點會願意跪低呢？唔好因為我哋嘅軟弱同不足，就擔心呢一切會阻礙主耶穌去建立我哋嘅生命。倒要因為你知道，神樂意塑造人嘅生命，所以我可以帶住一份從主而嚟嘅勇氣，去到主面前，承認自己嘅軟弱，同講出你嘅需要，要將自己嘅生命連結於主，主必將你嘅生命更新，塑造成他所喜悅嘅生命。弟兄姊妹，讓我哋一齊實踐今日嘅操練。昔日嗰位有大麻風嘅人喺主面前跪低，好勇敢咁去提出自己一個最真實嘅需要。弟兄姊妹，你向神誠心跪下，懇求佢赦免你，並且醫治你嘅身體、思想、情緒同心靈裏嘅創傷，將最真實嘅需要向佢傾心吐意。